我们给各位简单介绍济人之急呀，要怎么去救济人？在最危急的状况下，我们如何去关心他、协助他、帮忙他渡过难关？在最紧急的状态下，我们如果伸以援手了。在古代江苏省楚州有一位姓王的人，他是以卖花为他的行业。他卖的花很鲜艳，因而生意特别兴隆。有一天，王居士回家之前，先到一个古庙用小秤来称银两，忽然听到有叹息的声音王居士很惊吓，就往里面看一看，见到一个破衣的男子正准备悬梁自杀。王居士劝他说：“你不要做傻事了。”这个男人呢就说了：“小人不幸因为家业凋零没有本钱做生意，我一贫如洗年关将近家里没有财没有米妻子又临产我出外想借钱以应所需竟然没有人答应我没有脸回家，不如一死算了。”结果王居士就说：“如果你死了，你的妻子在产中无人可以救援，必然同这个小孩一起死亡，那岂不是葬送了3条生命吗？我今天卖花，除了资本8钱，还赚8钱，我和你平分好了。”于是就将银子很慷慨地送给他，也不问姓名。这个男人感激万分，就叩谢离开了。王居士再到街上继续卖剩下的花，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了。妻子在门口等候就询问为何这么晚归呢？王居士把赠送银两救急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夫人这个妻子呢也没有怨言他就说：“刚才我见厅堂当中火光很明亮我怕以为是见鬼的，因此我不敢在家里面王居士呢就往光的来源去挖掘，发现原来有3瓮的银子，上面有覆盖元宝3锭有文字就写道：救人3命，天赐新家。意思就是说，他救了3条人命嘛，那么上天会赐给你兴旺你的家庭。王居士得到这些金银加以妥善的经营，于是成为当地最有钱的富翁了。所以我们碰到人有局势，我们量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有限的物资能够缓和一时的急难，进而能够使急难者找到活下去的力量。一念仁慈的心，能使天地产生祥和之气有这个公案呢，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佛陀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一点一滴，上天都看在眼里你做善有善报，做恶一定有恶报。而钱本身是身外之物佛陀老早就告诉我们了，世间有4种不可得。你要永远的青春吗？不可得。你要永远的健康吗？不可得。你要永远的财富吗？不可得。你要永远的留在这个人世间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开，如何能够把钱财做妥善的应用，对人类有帮助，对众生有利益。各位，这功德无量我们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我们来的时候是2手空空，去的时候呢也是2手空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业就是你做的善业跟恶业一起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其他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由此我们就知道说，佛的慈悲透过简单的几句话提醒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我们应该要及时行善，心存善良，帮助需要帮助的对象。我们应该要创造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从哪里可以感受到呢？因为有你给众生带来幸福，因为有你众生的苦难能够解除，
各位，你生命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凸显开来。所以今天把这个公案呢，简单跟各位大家报告，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念佛成佛，南无阿弥陀佛。